哎呀，瞓禮頸添，1分鐘教你舒緩瞓禮頸，亦都適合早上起身做㗎。今日教大家3個動作。第一個動作，拉伸肩頸側嘅肌肉，將右手舉高摸住左邊耳仔，頭向右側傾，令頸側有拉伸嘅感覺，停留15秒以上。記得做3個動作都要保持心口向前，脊椎坐直啊。第二個動作，拉伸頸後側肌肉，將手放喺後尾枕，再面向右邊腋窩方向，手指會指向頸椎嘅位置，低頭拉伸，令頸後側有伸展嘅感覺，停留15秒以上。如果你成日瞓禮頸，就一定要留意埋呢組動作啦。第3個動作，拉伸上背斜方肌同埋胸鎖乳突肌。雙手放喺身後，右手握住左手嘅手腕，輕力向右下方拉，可以拉伸埋上背斜方肌。同時頭向右側可以拉伸胸鎖乳突肌。頭向唔同嘅方向，又或者做一個岳高頭嘅動作，都可以感受到唔同嘅肌肉拉伸㗎。俾各位同學嘅小提示，所有拉伸嘅動作至少要停留15秒，先可以達到放鬆肌肉嘅效果㗎。記得 follow 我 Hebe 你嘅運動瑜伽教練，仲可以舒緩瞓咗成晚嘅僵硬頸部。其實我覺得最花時間應該係個開場白。